Jauh-jauh tu sa kadam-daman na makajina na sulibat. Saka tutswa kadam-daman na urja supui na kainu atsamas. Imazay to pinasa sabari-baritan tay sangas. Imazay to dusa puru katu picho kayan. Imazay to itakaran pacucura puru katu sepatakaran. 历代志上27章1节到34节。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地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沙巴蒂叶的儿子亚述班，他班内有24000人。他是法勒斯的子孙，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还有副官密基罗，他班内有24000人。三月第三班的班长，原文做军长，下同，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管理那30人。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暗米撒拔。4月第4班的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接续他的是他儿子西巴蒂亚，他班内有24000人。5月第5班的班长是伊斯拉人三河，他班内有24000人。6月第6班的班长是底哥亚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他班内有24000人。7月第7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他班内有24000人。8月第8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富沙人希比该，他班内有24000人。9月第9班的班长是便雅米族亚拿图人亚比喜谢，他班内有24000人。10月第10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莱，他班内有24000人。11月第11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12月第12班的班长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代，他班内有24000人。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记在下面。管流便人的是希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管西面人的是马加的儿子示法提亚，管利未人的是基姆利的儿子哈沙比亚，管亚伦子孙的是沙都，管犹太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管以撒家人的是米迦勒的儿子暗利，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蒂亚的儿子伊斯玛雅，管拿弗他利人的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管以法莲的人是阿撒西亚的儿子何西亚，管马拿西半支派的皮大雅的儿子约尔，管基列地马拿西那半支派的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益多，管便雅悯人的是亚尼尔的儿子亚西叶，管但人的是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列。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应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掌管王府库的是亚迭的儿子亚斯马威，掌管田野城邑村庄保障至仓库的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单，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居利的儿子以斯利，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示美，
掌管葡萄园酒库的是保佛迷人萨巴底，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杉树的是基地利人巴勒哈南，掌管油库的是耶阿斯，掌管沙伦木放牛群的是沙伦人斯提麦，掌管山谷牧养牛群的是亚迪赛的儿子沙法，掌管驼群的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亚西。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大卫的叔叔约拿单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种植的师傅，亚西多佛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衰做王的陪伴。亚西多佛之后，有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继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爱就开暖什么撒都出新阿波罗开伊玛在段上山。以下是以色列各家族族长率领1000人和100人队伍的军官，以及担任国家行政工作的官长的名单。历代志上27章1节。督传teman-teman sini Pupatarwan， 委身教会连结基督，委身教会连结基督。历代志上27章提到的名单有4部分：1. 军事与民事组织的领袖； 2. 各支族的领袖； 3. 王室产业的主管； 4. 7位协助大卫王的参谋，可说是私人顾问。这些组织分工展现多元服事的必要，以及委身回应的重要。要建造圣殿，执行敬拜上帝的侍奉，不只需要承担宗教事务的利未人，也需要很多协助管理、维持各组织事工运作的领袖。这些军队官长、支族领袖、王室产业的主管等，除了需要专业的操练，也需要有愿意委身的心智来回应王的邀请。一个人的身体有看得见的皮肤、四肢、五官等，也有看不见的内脏、神经、血管、肌肉、骨骼等。只有各器官彼此连结，能发挥正常功能，才有健康的身体。一间健康的教会也是如此，除了要有礼拜的服事，如诗会、讲道、献诗、诗情、诗献等职务外，也需要有人承担财务、信徒关怀、社区宣教等职务。无论是对内的信仰造就和培育，或是对外的见证和宣扬，都需要彼此连结与帮扶。美国一个事工组织 NAMR 曾出版教会会演志，教会成员身份，世人如何知道谁代表耶稣一书。该书中指出，基督徒并不是加入教会，而是委身教会。书中点出，从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参与教会是选择加入自愿性的组织，不一定要委身。但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一旦选择了基督，就要选择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此要加入教会这个大家庭。为此，书中建议基督徒选择一间交通距离方便、有团契可以与他人分享情感、可以委身奉献、参与教会服事、学习接纳自我的教会，在当中实践与主连结、同为肢体的呼召。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教会为了因应隔离政策，发展出线上礼拜与聚会的模式。但随着疫情逐渐缓和，人们的生活陆续回归常轨，
许多基督徒却因习惯自由的线上聚会而舍去教会生活，甚至有人提出去中心化的教会概念。事实上，基督的身体需要肢体，肢体也需要连结与身体。人与人的连结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更是教会不可轻忽的事。或许面对疫情后的处境，教会牧长、同工要思考的不是去中心化，而是如何使教会连结在地，把握实践处境化神学的契机。Sina itu soka zaman-zaman sini pada zeka tanutim latinana 委身教会连结基督呀。No imazati ni kiukai kipapula tetin tuaca sensengan tuaca karakuda ca kumudanga imazai kiukai kisang te kirisitu ya. Saka cicin imazati ni kiukai kemelangitin Izwa menama kakuta-kuta sensengan nama pampang-pang lekin tuaca sensengan mapusara-sara lekin tua sensengan manarui makaya malungwa manarui makaya amiraja ai cuaca kiukai ini kamanuamin tia maju sakamaya ai cuana nangwangwa kiukai noya ana ginkia kiukai noya kumali aja sikipu sensengan tayau ataku mendanga kiukai ai cui mazai tuaca barisaket ai cua baiketina tamau cikar ta kainua cemas baika kipakin tuana ma paura cau saka ai cua sensengan nanga imazai kiukai imazai ta'ala na kuyano sabiditina kipu sensengan ni kiukai ai cua sensengan imazai inalan nama tete ngeti ni mazai ta kiukai imazai inadan nekano kiukai nekano imazai inadan tayau tara baik sakamaya ai chua baika barisaket cicen inkamanu jati kiukai ya remanda sakamaya baik cina maju inadan baika pusara baika barisaket sa baika kituru baika Pasemarau tuamana warung tuamana sini papupicu renua cemas saka cicen na kuyanui katina barisake tayau kisamulai saja kipu sensengan imazai kiukai imazai inadan saka latinana cicina cau tayau nama cecengeti sakamaya na kuyanu sekaci diliti na kuyanu kiki maju tin jasi papulat amapulat tuaca sensengan numatazwa manarui nama kaitinana mapusasarat manarui makaitinana kisamulat tayau izwa ta sarasarat izwa ta kitangzan tayau tuaca sensengan imazai kiukai imazai inalan sika pasemaro tanutim 委身教会呀，kiparentin tuan varung noa cemas, kiparentin tuan sensengan, kiparentin karakuda tuan aureka kudai sakana makaitina apapula tuaca pisul tuaca varung sakana makaitina macai-cai te kirisitu ayaya pasemarau tu suaka zaman-zaman. Satu cu asini pakini menemecanujem 我有委身的教会吗？我认为所属的教会还需要哪些事工？现在都做个zaman-zaman aurutaki gadui na kinumlem latina na gemalu kinumlem ayakana apa semarau saka kainuri 赏识万物万事的善主，求你赐下百般的智慧，使人类社会多元的发展，让人各长所长。求你引领我委身于一间教会，与弟兄姐妹牧长们一同看见在地人的需要，并使用我从你领受的恩赐，委身基督，服侍教会，照顾众人，塑造自我，荣耀主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Mali-mali tu soka jam-jaman nama katina misra selam sumupu kilarai to kai no cemas
data pinasusu saja disamula datina nama kaya na uwesen ima zai tua ja hiu kai ayakana pasamalau sakamali-mali no izo ikana madungwa da menuna pazer katanga tua ishaku sinupu ima zai tua sini pazazeka tenua tia tsema susoka jaman-jaman ayakana pasamalau sakamali-mali datina nasuliva tu suaca kene davan taja 平安